这的确是亘古未有的奇缘大事啊！我的可啊！例如这个不道人家，听我老师说这样的大道理，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我还是知道一点的。王大婶，这些东西我不需要，拿走。王大婶，你留着吧，这是上过供桌的啊。不需要。你留着吧。不需要。你留着吧。我反正吃不起。你留着吧。我不需要，拿走。王大婶，王大婶，老师，王大婶，你们赶了3天3夜，我可是从长沙到一星期的火车呀！不行，一定要让我们对老师。请冷静，请冷静。各位，吴老师连日来为了接见科学协商，已经好几天没法好好的吃一口饭，没法好好的休息。让自己下来啊！我担心师尊他老的身子会累坏。是啊，我们就想对老师一任，今天他老的随便开示，不会代表太多时间的了。我们让他们从安徽港南镇到这个怎么那么离开呢？没错，刚才老师先生老师真的需要休息，请大家一道身体为重。是啊，谢谢老师。为师从来没有怪罪过你们了，为师心中唯一牵挂的，就是要广度天下众生，使众生都能了脱生死苦海。你们今天肯重发心愿，为师心里很高兴，怎么会怪你们呢？快起来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们辛苦了。
你们都是为师的化身，这庄严的使命，这千古的事业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要成长，更要茁壮，以致能勇闯关。永远不要放弃任何可以拯救的众生，也永远不要放弃任何可以成佛的机会，好吗？是。大家在修幻的过程中，要记住，不要将自己给束缚住了，要越办越开，越办越长才好。我们好好修幻去。师母两位老大人一心一念为的就是众生的一个慧命，是否能够出离生死苦海？师尊也慈赐要我们每一位徒儿当他老人家的一个化身。相信各位贤贤大德都愿意肩负起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，解救众生，出离生死苦海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您好，这里是王家行。王家行是的。那你把行李拿到里面去喝。那是什么？您好，佛树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您好，这。您好，你不要紧吧？我也是。你去召集各地贤士到齐，8月15，我要宴请大家。去。我们都到了吗？都到齐了吗？今日会晤，意义深长。其日空余无作恶事，鞠躬尽瘁，是人后必。我们要珍重了。后会有期。